秦妈妈你好。秦妈妈，您刚才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没电了。冰冰不在吗？你都看见了，不在家。她去哪儿了呀？怎么手机还关机啊？出差了。出差了？她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告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区别。她告诉我，我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她去哪儿出差了，秦妈妈？他跟江天威出国了。现在听明白了吧？他跟江天威出国了，1、2个月以后就回来了。有什么话到时候再说吧。你不上班啊？你不上班，我还有事儿呢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秦妈妈，秦妈妈，你是我见过最不理解女儿、最不可理喻的母亲。如果冰冰平平安安回来，我什么话都不说；如果她是哭着回来的，臭小子，反了你了！反了！冰冰是我女儿。铃声还未响起，期待着你，倾听着风思来想去，反倒故事结局措手不及，悲苦心事被轻易预知，想念谁的甜蜜，小心翼翼，不轻易留下爱的痕迹，全场观众极力都离席，只留你我在原地，还继续勇气羞涩，不敢冷漠，谁想要更亲密，谁一直期待你勇敢的表白，笑纳这份依赖，旋转的木马转出浪漫一切，这里公演欢笑情节。哎，关海，你也来应聘啊？我来找院长。冰冰真的辞职了。哎，冰冰辞职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没告诉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跟你一样。跟我一样。对。不同的是，你是自己嫌贫爱富，他不是。
我愿用我整个的心灵来弥补你身外的空明。谢谢老师。请下一位选手上台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27号选手孟妮，我为大家准备的是。丁老师。孟妮啊，真是说曹到，我们一直在期待着你呢。刚才我们和丁院长正在讨论您在海州女儿那段朱丽叶的台词，我们都认为你是最佳人选。很遗憾，那个节目我没有看，我很少关注娱乐节目。刚刚丁院长说，如果这次你能来，直接通过。这1、2天呢，如果我们这边没有合适人选的话，丁院长就要直接找你去了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好，那这样，孟妮啊，你再把你参加什么那个比赛准备的朗诵独白，给我们再表演一次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我准备的戏剧片段选自莎士比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应聘的事情不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我怎么觉得你像有心事一样？我今天在剧院看到关海了，他去找院长问冰冰的事儿。关海会不知道秦冰的事儿？冰冰是真的辞职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他们2个分手是早晚的事儿。关海根本就驾驭不了秦冰，何况还有个秦冰吗？别管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。只不过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关海。哎，要不咱们去看看他？关海现在最不想看到的，应该就是咱们俩吧。我倒是忘了这码事儿了。妮妮，别让自己那么累。你和秦冰不一样。